今次政府有即係呢兩個措施啦，咁其中有關於之前已經公布咗喺柴油嗰個嘅即係每公升柴油3蚊嗰個補貼嘅措施，就已經係今日凌晨12點起咧係會實施㗎啦。不過都講講你哋公司其實譬如喺柴油供應嘅市場入邊係一個咩角色同埋個業務範圍係點，同即係油公司有啲咩唔同咧？即係分銷商同油公司其實嗰個角色分別有啲咩唔同咧？又？我哋咧就屬於分銷商嘅角色啦。咁分銷商嘅角色咧就係咧，我哋係會喺五大油公司嗰度啦，就買柴油翻嚟啦。咁跟住咧，我哋就會再轉售俾我哋嘅客戶咯。咁我哋嘅客戶咧就包括咧係有一啲柴油嘅工商業嘅工商業啦，例如好似啲洗衣工場啊、運輸車隊啊，可能有啲生產行業啊咁啦。咁另外咧，我哋咧係仲會有喺海上面啦，例如咧我哋就會供應柴油俾香港本地嘅船隻啦，例如好似渡輪啊、貨櫃船啊，或者一啲漁船啊咁樣。你哋其實有冇都留意到喺中東嘅局勢以嚟，都睇到譬如油價嗰個成本啊，或者個供應穩定性方面，有冇觀察到一啲咩唔同咧？又其實咧，由中東戰事開始之後咧，其實嗰個油價咧嘅升幅咧都好大，因為香港嘅油價咧係跟隨翻國際嘅油價嘅，所以咧喺短時期之內咧，突然間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升幅咯。我可以話即係如果喺嗰個工商業入邊嘅成本咧，其實差唔多已經喺柴油方面嘅成本超過1倍咯。你哋睇到嗰個情況之後咧，有冇都話即係喺個成本有上升啦？都對於客戶方面可能會轉嫁落去俾佢哋直接係。咁因為我哋咧都只不過係一個分銷商啦，咁當然咧個油價升咗嘅時候咧，我哋咧就嗰個加幅咧，就一定係要即時反映去我哋嘅客戶嗰度咯。係咪完全係直接反映落去嘅，定係點樣嘅？我想知。因為咧，我哋作為分銷商嘅咧，我哋冇一個儲存油嘅，因為香港你知啦，地方比較細啦，我哋冇一個儲存油嘅能力嘅，所以咧，如果我哋買翻嚟嘅柴油咧係貴嘅話咧，我哋亦都要同樣用貴嘅價錢去買翻俾客戶咯。嗱，當局咧頭先都講到啦，今日凌晨12點起咧，就係推出每公升柴油3蚊呢個補貼嘅措施啦，涵蓋油公司直接係銷售啦，亦都講到包括埋即係指定分銷商係售賣一啲柴油嘅。嗱，具體點樣去落實呢一個嘅補貼措施㗎？呢個補貼措施咧，我哋作為分銷商嘅咧，就係咧，我哋咧要喺五大油公司嗰度咧就購買咗柴油，咁咧跟住咧我哋咧就可以轉售俾我哋嘅終端客戶啦。咁而呢每公升3蚊嘅補貼咧，會喺分銷商嘅發票入邊咧就直接減俾客戶嘅，所以呢個補貼咧亦都係即時反映俾我哋所有嘅客戶啦，即係合資格嘅客戶啦，同埋咧佢哋亦係即時受惠嘅。